得十里銀灘邊個園區最好啊？其實你問邊一個園區最好咧？呢方面咧就係見仁見智啦，因為每個人嘅需求唔一樣。有啲人中意睇山，有啲人中意望海，有啲人中意寧靜，有啲人中意熱鬧。咁佢每個人嘅需求同埋角度唔一樣咧，所以佢個要求都係唔一樣嘅。咁你如果係問我邊一個園區最方便咧，我肯定答你係愛琴海呢個園區。愛琴海位於十里銀灘嘅3期最中心嘅位。咁你嘅出門呢度咧就係一條商業街啦，咁有萬田超市啦，咁超市對面咧就係街市啦，我哋個十里銀灘嘅海鮮市場啦，海鮮市場對面咧就係整個十里銀灘個交通中心，即係留巴站，坐車去深圳返香港嘅地方，半粒鐘就一班車。所以我話咧呢度點解最方便咧？因為用對腳就可以解決所有嘅衣食住行。你話方唔方便啊？咁愛琴海有啲乜嘢戶型咧？佢有2房、3房同埋4房，好似我哋而家呢間咧就係4房。先睇個景先啊！我哋4房呢個景咧係完全係無敵嘅，因為呢度咧係個端頭位嚟嘅，146平方嘅端頭位。咁以前咧係可以賣180萬嘅，咁而家咧就5折90萬出售咯。正常而家呢個4房嘅成交價咧喺100到110萬之間。咁呢間房嘅業主咧佢係誠心出售，咁就低於市場價10萬，90萬咧就可以拎包入住。你想像下，如果喺呢個陽台呢度係嘛，飲下茶，睇下海景啊，思考下人生，呢啲咪叫做生活咯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傻站在你家樓下，抬起頭數烏雲。如果場景裡出現一架鋼琴，我會唱歌給你聽，哪怕我多盆水往下淋。夏天快要過去，請你少買冰淇淋，天亮就別穿短裙，別再那麼淘氣。如果有時不那麼開心，我願意唱歌。